桃园某一间高中的教官伫108年的时阵，接到学生通报，讲有学生伫咧卖毒品，就去报警察啦，而且佫叫学生去甲尾改写出来，互警方当场抓人。不过教育部是认为讲，这教官用学生去写人出来，无看重学生的危险，决定该记2期小过。这教官是真不服，提出行政纠责。防制毒品入侵校园，教育单位甲警察单位加强联络。1806年年底开始，学校按照教育单位协助检警掠毒、溯源通报作业要点办理。1808年，桃园某一间高中的一个教官接到2个学生甲通报讲，有一个学生会伫迄天卖毒品。报警查了后，教官请通报的学生去现场等，了后卖毒的学生去互抓起来，法院裁定羁押。完全违反教育的理念啊，也违反保护这些孩子安全跟他个人秘密的一些做法。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讲，教官违反教育理念，互学生伫风险当中。国教署才会核定军训真偏会2期小过的建议，而且驳回这个教官的申诉甲诉愿。并不是因为他去报警而被处分，是用一个所谓像类似钓鱼的方式，把孩子放在一个最危险的情境当中。这部分也是翁姓教官之所以会核定这个行政记过处分的主要的原因。教官不服提行政诉讼，原底处分撤销，教育部提上诉。11月底，最高行政法院发回公审，长期做毒品防治退休教官表示，这个教官的做法要会当讨论。不过要点实施到达，通报的数量又有偌济？我觉得黑数还是蛮多的，因为很多有部分的学校态度是不是很好，他们会比较保守，可能也为了校誉、为了教育局的评鉴，也隐瞒，不会主动的把这样事情做一些披露。要顾学校的名声，无愿意通报。这个退休的教官讲，学校的态度是真关键。学生若是念伊停学，念伊搁倒来读册，情资是搁较恶掌握。要甲检警合作去掠毒品的来源是搁较无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